自我關懷嘅理念係想培養人類去建立更好嘅心理健康狀況，促使大家學習點同其他人建立連結，減少孤獨感同自我批評。自我關懷嘅其中一個核心部分，共同人性，強調人類其實經常喺體會人嘅不完美、痛苦同脆弱呢幾方面都有共同經歷。認識到共同嘅人性，可以幫到我哋理解到，其實挑戰同失敗係人性嘅一部分，而唔需要喺掙扎或奮鬥中感到孤立。我哋可以透過細思嘅案例，了解到點樣好似對待朋友咁對待自己，並體現相同嘅關懷。我係一名註冊護士，曾被診斷患上躁鬱症。喺中學時期，成日會無緣無故咁喊。起初以為自己只係多愁善感，而師長同家人都認為咁嘅情況係同學業壓力有關。但入到大學之後，情況都未有改善，於是去睇校內診所求助，最終被轉介至精神科，被診斷患上躁鬱症。診斷出躁鬱症唔夠1年之後，我爸爸患上癌症。我一度陷入情緒困擾，當時已經寫好咗遺書，準備離開呢個世界，但因擔心會為家人帶嚟打擊，所以選擇留低，唔想因為自己嘅解脫而加重佢哋嘅痛苦。經過一段時間嘅思想掙扎，我意識到並唔淨係得我自己一個人要面對人生痛苦。喺朋友嘅支持同鼓勵下，我深刻體會到同伴支持嘅力量，最終走出黑暗。我開始寫感恩日記，每日記錄2至3件值得感恩嘅事，發掘喺日常生活中被忽視嘅美好。我認為喺好攰同情緒低落嗰陣，應該俾自己一啲喘息嘅空間，等真正恢復狀態之後，再企返起身。細思嘅故事提醒我哋，就算每個人背景有幾唔同，但係生活嘅起伏將我哋連結喺一齊。經歷痛苦並唔係細思自己一個獨特嘅事，而係每個人生命中都可能經歷嘅一部分。情緒困擾亦唔係個人嘅失敗，而係人類會經驗到嘅一部分，值得被人理解同共情。隨住病情漸好，我喺2020年開始喺 Instagram 建立 Shell and Spice 專頁，用嚟分享經驗，亦都創立咗朋輩情緒支援社企 Shelter， 提供情緒支援同埋同行服務，陪伴有需要嘅人，鼓勵喺情緒困擾裏面掙扎嘅同路人，等佢哋可以揾到共鳴同埋休息。作為過來人，我明白專業人士嘅幫助固然重要，但同伴之間嘅支持亦都可以帶嚟極大鼓舞，所以我希望可以喺精神病患者嘅角度出發，幫助更多有需要嘅人。細思透過分享經歷，俾大眾意識到自己並唔係孤軍作戰，痛苦同挑戰係人人平等嘅。認識到有呢種互相連結，唔單止可以幫到我哋減少孤獨感，更可以理解自己同其他人。自我關懷唔只係對自己好，更係承認自己係一個人，同其他人一樣，都係會受傷、會掙扎，同埋曾經感受到痛苦，亦好努力咁生活。